现在你看这一章，师父写的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当头棒喝，给大家都要知道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所做的所有行为，你要为你自己负责，千万不要忽略。狡猾狠毒，像狐狸哦！你看，那想尽办法、不择手段的诡计多端，非常狡猾又狠毒，他非常凶残，里里外外都像个狐狸一样。他的脑筋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要害你，我要吃你，像狐狸一样逆天而行，不讲理啊！他违背上天的旨意。你看，恶人人怕，但是天不怕；人善人欺，天不欺啊！上天叫你说做人要仁义道德啊，你一定要忠孝仁义啊，一定要礼义廉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啊，你完全违背了，你不讲道理啊！阎王告知要远离，阎罗王就一直不停地转告给你知道，你要远离这些啊，不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不要陷害别人，你不要做这种行为，叫你要远离。否则如果再怎么劝告你都不听，不知道回头，否则总会等到你有一天你就会知道，你到阎罗地府的时候，谁要帮你担待，谁要帮你遮掩？你想要搪塞吗？用什么方法去脱罪吗？没有办法的呀，你自己所做的完全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的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善念，一定对你有好处的，不要老是讲也讲不听，我就是要讲。你这一种倔强固执的习性，以后你受苦是你自己找来的啊，不是别人把你推进去的，不是阎罗王要特别惩罚你的，不是，是你自己做的恶，你自己要去承担。所以各位，现在社会都没有提倡因果，没有重视因果，尤其是官员呢，没有好好的宣扬这个因果，太可惜了。很多国家，它每一个墙壁上面都有写做人的道理啊，都在教导，都在劝告啊，随时唤醒大家的良知啊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不要把整个心思花在为民啊、为利啊、为这个官位想尽办法、不择手段，用尽一切的计谋，就是要当官。当什么嘛？如果你没有把当官应尽的本分做好，下一辈子做牛做马要还人啊，一世为官，九世牛啊！你必须一定要偿还的，因果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希望透过这一章来提醒大家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因果，重视因果，我们好好的做人哈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